哦呦，这个就是迪士尼啊，杨帅哥。哦呦，金公主，这个蛮漂亮的。哦呦，大的嘞。哎呦，哎，你别说这个乐园弄得真的蛮好啊，怪不得你们年轻人小朋友都喜欢玩的。哎呦，我是乡下人，黄叔叔年纪大了，这个第一次来，哈哈。哎呦，我第一次来。哎呦，不瞒你们说，那个这边有租车的。哎，给这个两个小杨帅哥，我钱传给你，你去帮他们这个杨伟这个杨前锋租辆车，这个小推车。这个小朋友小了，你让他们这么大走不动的，是吧？来，租一次。哦，金公主也要，哈哈，来，哎，两步，钱我出，我来，老板，多少钱啊？少我，哈哈，来没事，两辆啊，金公主也要啊，你们都是公主，哈哈，来，吃吧，哎，小杨伟，哎，快点看，米老鼠唐老啊，哎，你不是喜欢那个唐老的吗？啊，跟他拍张照片了，哎，杨帅哥这有什么不好意思，我来，唐老啊，你好，唐老啊。我这小朋友特别喜欢那个小万里啊，给你拍张照片好了，用好吧，拍一张，去，来，去。哦呦，你看这个两家伙小家伙开心的啦，好了，谢谢你啊，唐老啊，哈哈，哎，那边还有那个三只松鼠呢，不是三只松鼠吗？啊，奇弟弟啊，这个不是三只松鼠，杨前锋喜欢你了，给你们也拍张照，哈哈。哦，奇弟弟，哎呦，我不懂啊，三只松鼠了，哎，真的，哎，先去那个玩什么东西啊？那边什么技术工人？哦，好的，我不懂啊，走吧，一起去玩。哎呦，这个排队人多了啊，这个排多久？哎呦，排2个钟头了。哎呦，这个怎么行呀？哎，那边不是没？那边快速票多少钱了？哦。哎呦，黄叔叔纪念站，你们怕什么？钱不是问题，我来，好啊！多少钱？我不会买啊，怎么买了？我转给你多少钱？我转给你了。这两个小家伙在这边晒2个钟头行了，不行！哎，你这个不行的，我来，买！哎呦，这都蛮快的嘞！你看那个叫的，哎呦，玩的开心了。小杨伟害怕啦？啊，我不害怕的。哎呦，你们这个两个小家伙都不害怕的。我就不要买了，我不玩，这个我不行的。我黄叔叔年纪大了，我在下面抽香烟看你们啊。你们要上去的跟我说啊。小杨伟、杨前锋啊，好，哎呀，真的不害怕了，杨帅哥啊，看得是。哎，有一个兴奋的这两个小家伙，开心了是吧？他接下来想玩什么？波波龙是什么东西了？波波龙。哦，就是这个，好嘞，这个更加吓人嘞！哎呦，你们敢玩呐？哎呦，你们两个现在小朋友敢杀啦？哈哈，走着，买快速票啦！要买一起买，首先一起买了，要玩的一起买掉啊！好了，我给你转个2万块钱啊，2万块钱够了啊，够了，哈哈，好，走。哎，这个天热的了，哎呀，哎，杨帅哥，这边有水呢，吃买杯水了。小家伙，哎呀，吃点棒边，两个小家伙啊，吃了，买！哎呦，怎么一个包边45了？啊，这么贵啊？想说，买，想吃就买啊，钱不收你，哈哈，来了游乐园就不要想什么这个景区一样的，你来了这种地方就不要想钱了，对吧？反正我来去买，该买啊，我不要给我买了，我有茶杯的，那边不是有免费积水的吗？我自己积水就好了，你们买啊，想喝什么随便喝，哈哈，哎呀，这小鸟玩点什么了？啊，想去礼品店看看哦，好的，在那边要是了，好的，买完我们去礼品店啊。哎，杨前锋，这个衣服好看，小公主呢，白雪公主啊，喜欢啦，黄叔给你买一套了啊，黄老板我给你买一套了，好了，哎，好看的呀，喜欢的去试试看。哎，小杨伟啊，那个不是那个小龟啊，不是绿色小龟，这个叫什么？哎，这个小龟我叫什么？奥拉猪什么？奥拉米拉，这名字可发散的了啊！就喜欢绿色小乌龟啊，喜欢了，当然了，买1回下，好了，喜欢了，好买，拿一次，自己去拿，哈哈，这是什么东西啦？那个你也喜欢啦？这叫什么？新代猪啊？那是兔子，哎，这兔子，你拿一次，拿，没事，我还不知道叫什么，你们拿就行了，哈哈。金公主。你也喜欢那个？哦，好的呀，随便吧，黄叔叔买单，好吧？喜欢什么随便，那个挂件不是喜欢的嘛？车上挂，包上挂都可以的啊！哈哈，哎，你们女孩子都喜欢。帅哥，这边你管女孩子小孩子都喜欢这种东西的呀，是啦，哎，
你大气一点怎么了啦？我转给你给他买，你给金公子买，好吧？哎，嘿嘿，真的来这种地方开心最重要啊，把钱忘掉，好吧？有我在，你怕什么啦？蹭掐货的啊！你给金公主也买条衣服呢，你都是公主呀，金公主、杨公主是啦，哈哈，你看这个多开心啊！你看这个叫什么 shopping， 哈哈哈，蛮好，烟花开始了啊，好看，哦呦，好看到是吧？哎，杨帅哥、金公主，这个你们4个过去，一家4口过去，老师给你拍照，3、2、1，茄子。